伫台东有一间专科学校的高级部，学生囡仔将有可能是咧下课期间冤家，着学生呢摕一咸姜仔水出来钻，造成9个学生去互钻着。学校赶紧报案救护车，也有甲5名较严重的囡仔送病院，目前是无生命危险。那台东的警方也当咧调查咯，会甲这涉案的学生依照伤害加少年事件，报请这少年法庭审理。3架救护车按学校装出来。 顶面在出着咸椒水的学生，分别送去台东马街病院和台东基督教病院急诊。有的学生感觉身体烧烫，把衫脱掉，救护员将因送去急诊室。我会喷辣椒水，你在玩啊？喷洒的有部分的眼睛红肿跟身上的刺痛感，剩下后续就是要看医院检查之后的结果这样。早起9点左右，台东一间专科学校高级部的学生。 那像伫下课时阵咧佚佗，煞变做冤家。有一个学生把咸椒水摕出来厝，结果有9个同学受伤，其中5个烧烫伤严重，请救护车送医；另外4个较轻伤，老师塞车送因去病院，拢无性命危险。台东警方展开调查，对牵涉的学生照伤害甲少年事件，报请少年法庭审理。通知涉案少年及法定代理人到案说明。 初步查证为同学间争执吵架引发，未有帮派及不良组织涉入。学生哪会使炸咸椒水去学校？学校讲，教育部规定，学校袂当主动检查学生的书包。感觉可疑的时，佫会安排2个以上的家长代表、老师也是同学陪同，才会当检查。会佫再加强宣导，禁止炸危险的物件来校，嘛会照校规甲国教署的规定来处分违规的学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